突破傳統框架，以愛重建家庭。心理服務組突破傳統輔導模式，積極開展家庭心理服務 Family Gym。透過輕鬆兼富創意嘅模式，例如烹飪、藝術創作等多元化活動，協助在囚人士修復家庭關係，讓佢哋以至整個社會一齊改寫未來。我哋努力跳出傳統嘅輔導模式，以別開生面嘅媒介，開展咗多項家庭心理服務，包括一家之主、家外畫廊同埋回憶里等活動，幫助在囚人士加強同家人嘅情感聯繫同埋正向溝通，一齊創作，一同回憶，一句鼓勵，一句關懷。喺活動裏面，我哋見證到在囚人士同家人嘅關係得以改善，從誤解到體諒，從疏離到親密，一幕幕有別於過往傳統嘅輔導場面，俾我哋知道，無需於拘泥特定嘅模式，亦都能夠喺圍牆內外嘅家庭重新建立溝通嘅橋樑。